今日这个平安，新春恭喜休10天，真长的时间咱今日了后开始要恢复咱正常的工作甲生活咱来准备心今日真好主日，咱来敬拜，领受新的开力，要泡走头前新的一年吼，来，咱来吟382首，等咱大家来吟诗。2号。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紧行天路着及时，紧行天路着及时。第6节，福音一日大进步。日日靠主健康时，紧行天路无缘地，言语偏向我做事，言语偏向我做事。咱过来看258首，圣诗258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咱要吟第1节甲第4节。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你哪方面？写书主开了极大，困苦的人家你扶持，伊若靠主无变听他，行就半定拢袂摇动。第4节。吟诗祈祷，遵守主教示，忠诚真理，温馨，着辛苦伊虽然袂空地，要有为的真心并出，既然是心可做。无以稳当，请咱闭目心来礼拜。
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最悬。你应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主爱永远伫地。咱来三个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382首，圣诗382首，带咱大家来吟诗。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全首。徛伫，咱来讲读新的界面，哈，新的界面伫圣经的头前有。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19篇，伫圣经的后壁。启应文第19篇，圣经后壁29面哈。19篇对诗篇95篇来的，我来客请会众来译。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就咱的唱歌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定是我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我的王，也会隆重的上帝。第一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山外的山江也是属于伊。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为了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赐的百姓，是
今仔日恁着听伊的话声，来，咱来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是阮疼痛的天父上帝，真欢喜伫这新正年头，阮来到你的圣殿，朝见你，学罗你，敬拜你。我感谢你过去一年来的看顾甲保守。主啊，伫过去一年，阮若有亏欠你的所在，求你来赦免；有得罪你的所在，求你来宽恕；有侮辱你的所在，求你来掠砍；有无互你欢喜的所在，求你原谅；有无合你心意的所在，求你显明；有做毋对的所在，求你来教示；有偏离圣经真理的所在，求你来引带阮。亲爱的上帝，一新的一年，求你施阮怜悯阮，互阮的心向你来回转。求你的光照阮、监察阮，求你赦免阮的罪，清气阮，互阮成做圣洁的。求你赐阮智慧甲启示的灵，互阮有火热的心来听你。求你赐互阮有信心倚靠你，有气力稳地你，有能力遵行你的道。有胆量传扬你的福音，有忠心服侍你，求你赐福阮出入拢有平安，心神有喜乐，生活有见证，人生有价值，做工有气力，做代志有智慧，生命有愿望。天父上帝啊，阮感谢你，用圣经来引带阮的生活，互阮会当行伫你稳定的道路。也求你赐福今仔日的敬拜，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开阮的心门，恩典满满伫黄牧师的身上，互黄牧师成做你的出口，用你的道来教示阮，互阮得到造就甲帮助。主啊，阮安尼祈祷、恳求甲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学罗。圣歌队咧今日要学罗，请是每一日，伊个歌词伫圣是周报后壁面有每一日请圣歌队。
每一日全能主，我要求祷，通较到明白你，搁较敖听你，甲群我军队你，帮助我伫困苦艰难中间天条主。每一日时时刻刻地进前，直到你永远天庭。咱来看圣经，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第21章第1节到第2节，还佫第8节到第13节。咱招标后壁面嘛有印我来读，请咱来听。创世纪21章第1节到第2节，耶和华照伊前的话眷顾撒拉，对安尼，耶和华照伊所讲的，甲撒拉做成。也要来汉年老的时，撒拉怀孕，到上帝对伊讲的日期，就甲伊生一个囝。第8节，囡仔渐渐大，就长日，以撒长日的日。也要来喊白色大炎夏，当时埃及人下甲也要来喊所生的囝在冷笑，互撒拉看见，就对也要来喊讲，就赶出这个女婢甲伊的囝，因为女婢的囝毋通甲我的囝以撒同做夫婿。也要来喊，因为伊的囝的缘故，不知忧闷。第12节，上帝甲也要来喊讲。你毋通为着即个囡仔以及你的女婢忧闷，既然撒拉对你讲的，你拢着听，因为对以撒生的，才要称作你的后裔。论到女婢的囝，我也要互伊正做一个，因为伊也是你生的。因为今天是合堂，我再用华语念一遍《创世纪》21章。第1节到第2节，还有第8节到第13节。第1节，耶和华照着他所说的话眷顾撒拉，耶和华实现了他对撒拉的应许。亚伯拉罕年老，到上帝对他说的那所定的时候，撒拉怀了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第8节，孩子渐渐长大，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那一天，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那时，撒拉看见埃及人下甲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为这事非常忧愁，因为关乎他的儿子。12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孩子和你的使女忧愁，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你的儿子，我必使他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的后裔。”愿上帝祝福所有听他话的人。我们要讲到要请黄牧师传达他的将上帝的信息传给我们。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两难之间，两难之间。吴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常常在我们动摇的生命来让我们可以更定睛在你的身上。求主在未来的这一年，我们每一天每日，主我们都能够更深的渴慕你，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爱你，好叫我们每一天的道路都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整个过程偶尔或者是有的人常常都会碰到难以抉择的时候，像年轻人也会说他有选择，我有选择性的障碍这样子哈。有的时候让他选什么的时候，他都选不出个所以然，都随便，然后就会有人讲说你是有选择性障碍哦，要你选一个这么难吗？好，黑的白的，红的黄的，有这么难选择吗？不过人生的过程的确会有
这种很难以决定的时候。过年期间，我们牧家到南部去旅游，刚好有很长的一个假期，我们就到了台南玩了4天。不论是南下还是北返，其实都碰到大塞车啊，因为下去的时候已经碰到塞车了，所以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还是很难决定。第一个决定北返的那个时间点。好，结果呢决定错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是碰到大塞车。但是现在的 Google Map 非常方便。好，手机一拿起来 ，APP 程式按下去就可以知道哦哪些路段是红色的，好是会塞车的。于是我们就开始决定，一家人在车上决定我们要走国1还是走国3，还是呢干脆下交流道走省道台1线这样子北返这样子。过程当中就碰到2、3次很难决定的这个情况，因为那个红线有的很长就很好决定。那个因为塞车路段很长嘛，就是下去没有什么好考虑的。可是那个红线如果短短的，没有很长，就想啊，那到底是要怎样呢？就在那边难以抉择。塞车嘛，就是换条路走，即便选错了、走错了，也总是会到达目的地，就是往北走就对了，一路就是往北走，不需要为了那个结果在心里纠结太久。好，即便选错路了也没什么关系啊，就是走嘛，反正一家人在一起就是走。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要谈到亚伯拉罕他的决定，这个塞车走哪条路的这个决定，实在是没办法跟他相提并论了哈。亚伯拉罕的决定，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非常的困难。怎么说呢？迟迟无法生育的撒拉，她终于等到上帝实现应许的那一天。从上帝应许他要有一个儿子。上帝在之前我们的上个主日的经文段落，上帝应许他要生一个孩子，但是因为他等不到，迟迟等不到嘛，在那个时候等了10年等不到。可是呢，到了现在，经过了25年哦，25年漫长的等待，撒拉总算有了他亲生的，他生下了他第一个儿子，也是他唯一的孩子。亚伯拉罕将这得来不易的孩子取名为以撒，以撒的意思是喜笑，欢喜喜笑。他们夫妻俩果然因为这个应许呢，从应许所生的孩子非常的欢乐，也非常的满足，并且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定，那永恒的约定也会延续在以撒的身上，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那永恒的约定，通用适用在以撒跟他的子孙跟他的后代身上。在撒拉那个年代，一般孩子到3岁才会断奶。好，在3岁之前都是母奶哺育这样子。同时3岁呢，也是过了最容易夭折的那个年龄。所以一般如果家庭还不错、家境还不错的父母，在孩子3岁断奶的时候，都会摆设宴席，大肆庆祝。一个3岁的小孩正是活泼可爱、活蹦乱跳的时候，可以说是众人的开心果。好，那从应许而生的以撒带给亚伯拉罕的欢喜快乐更是无法言喻。但是在这个宴席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说在以撒这个3岁可爱的小孩的周围，他的身边却笼罩了一股很不安的气氛。怎么说呢？今天的经文第9节这里说到，就在以撒满3岁的宴席中，撒拉他的母亲看见他婢女的儿子以实玛利细笑，对着以撒细笑。细笑在翻译里面，当然我们可以这个动机不晓得以实玛利的动机是怎么样。我们不确定以实玛利是在嘲笑这个孩子，还是只是跟他开玩笑而已。我们不是那么的确定。但是从圣经的翻译呢，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翻译来判断，他是其实不是那么不怀好意的，他是不怀好意的。其实，在我们一般的家庭里面，牧师的小孩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呢，牧师的前2个孩子跟最小的子爱的他们有一点差距。子爱长大的过程，在从1岁到3岁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刚好是
取笑，或者是戏弄，或者是来玩事，其实是很正常的。好，其实是很正常的。我们过年过节，大家家族团聚嘛，好，有些比较大的孩子会去逗弄啊，好，会去逗弄那些1到3岁那种小孩子。其实这样子的画面，其实并不为过，也不足为奇，算是蛮正常的一个互动。但是以实玛利对以撒的这个动作，却勾起了撒拉相当不愉快的回忆。撒拉回想起她的婢女夏甲当初如何因为怀孕而轻视她，就是我们上个主日有谈到的经文段落。撒拉的婢女夏甲因为怀孕就轻视她的女主人，轻视她的主母。即使当初亚伯拉罕跟撒拉是站在同一边的，今天女主人撒拉也是满心不悦，她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我们可以想象，以实玛利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在以撒还没有出生的那14年漫长的岁月，每当亚伯拉罕跟以实玛利他们父子互动相处的时候，撒拉在旁边看的是什么滋味？我生不出孩子，我让我的使女夏甲怀孕生了一个孩子，她的孩子跟我的丈夫在那边欢喜快乐，我的丈夫以他的孩子为荣，但是那个孩子不是我亲生的。虽然在名分上，在我们讲说现在以法律上来讲，他是我的儿子，但是毕竟不是亲生的。当撒拉这个女主人看着她的丈夫跟婢女的孩子在那边满心快乐的14年的过程当中，她的内心翻腾，受尽折磨。刚才有讲到，我们不确定以实玛利是抱着怎样的动机跟态度来跟以撒在那边玩闹，但是撒拉在旁边就是越看越不对劲，越看越不是滋味。毕竟他跟夏甲的关系并不好，于是呢，他就跑去找亚伯拉罕，要求他把这对碍眼的母子赶出去，不要再在我的面前了，因为我现在我也有儿子了。11节谈到亚伯拉罕为这事非常的忧愁，非常的忧愁，他现在两难之间无法抉择。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的态度不太一样了。在上个主日我们谈到，当撒拉看到她的使女夏甲怀孕轻视她的时候，她跑去跟她的丈夫那讲斗啦，好，伊甲伊的丈夫斗伊的女婢，说，我的那个使女夏甲这样轻看我，这样不行哦，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亚伯拉罕马上当机立断，毫不犹豫的就说：“随便你啦，你要怎么去对待你的使女，我都没有意见。好，照你看为好的，你可以任意来对待她。”在当时夏甲肚子里已经怀孕了，对不对？夏甲已经有亚伯拉罕的孩子了，在她的肚子里。但是毕竟有经历过怀孕的夫妻都知道，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通常爸爸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无感啊。对于一个父亲来讲，胎儿在丈夫都要等到胎儿可能会有胎动，或者是真的抱在手里的那一刻才有真实感，说哦，我当爸爸了。上个主日的经文段落里面呢，当撒拉这样子去跟她的先生反映的时候，亚伯拉罕可以二话不说，随便你怎么对待他，没有关系，你怎么看好你就怎么做。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以实玛利已经生出来了，17岁，在今天，以实玛利已经17岁了。
17岁的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捧在手心上的独生子，在过去以撒还没出生的过程当中，10几年的这种亲子共处的岁月，哪是这么容易就能抹煞掉的？要把他赶走，亚伯拉罕无法马上给撒拉一个满意的答复，他非常的忧愁，他陷在两难之间，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令他头痛的家庭问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或多或少都会有蒙上一些不为人知的阴影。每当我们在人的面前欢欣喜笑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在背后，在背地里会掺杂一些像撒拉那样子的失落跟不自在？台语讲奶油啊，但不知道奶油，就是那个开心就是没掏亏的那种开心。我们讲的皮笑肉不笑，或者是表面笑，但是内心其实还在那边自己很尴尬这样子。我们会不会也像亚伯拉罕那样子，掺杂的一些左右为难的心境？华人文化特别注重家族的辈分排行，即使在台湾算是在亚洲国家当中民主自由的这个氛围，或者是两性平权的这样子的呼吁，算是比较在这些平权的意识上，台湾其实在亚洲国家算是比较先进。但是呢，即便如此，一碰到逢年过节，在亲族的互动当中，多多少少人会把自己摆在一个称斤论两的这个为难的情况当中。身为一位基督徒，该如何面对逢年过节亲族相聚，在嘘寒问暖之余的失落感？这个失落感可能是来自于年终奖金的多寡，可能来自于学业成绩的高低，这在我们上主日有提到。当然也可能来自于社会地位的前景，更可能来自于亲族之间的，比如说你如果到了适婚年龄，可能就会有人问，有些亲戚就会问说，啊有没有对象啊？啊有了对象就会问，什么时候结婚啊？结了婚以后又会被问什么？什么时候生小孩啊？好，生了第一个以后又会问什么？什么时候生第二个啊？好，永远都会问这种很尴尬，让人家很不想回答，但是又不得不回答面对的这样的问题。当然也会有那种需要发红包，但是呢又发不出红包来的窘境。我们期待相聚，但是却又害怕面对这些状况。我们期待团圆，却又无法摆脱人情世故的压力。在我们欢欣喜笑团圆的年节里面，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们的心中是不是仍然残留着一点点，在内心里面残留着一点点的失落与忧愁。在过年过节亲族团聚互动当中，特别容易让我们放大自己的成功跟失败。当我们过度注重自己的得失与感受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失焦，我们就无法专注在上帝的应许。当我们对上帝的应许产生疑惑，就会像亚伯拉罕在之前，就会像亚伯拉罕和撒拉因为求子心切所做错误的决定。上帝应许我们什么呢？以创世纪来讲，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就好像他跟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这个约定是什么？上帝所立的约是，他必使我们的名为大，他会赐福给我们，必有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成为祝福他人的人。也就是我们有能力，上帝会让我们有能力去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而不会总是觉得我不够，我这个不够，那个不够，我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不会，上帝让我们丰富有余到可以去祝福别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都是从上帝的应许所生，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得以享受新约一切恩典的子民。在上帝的应许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及以撒的后裔。上帝的应许这样子的丰富，那么我们要扪心自问，
我们是不是还是只在乎自己的得失？我们是否总是因为贪念而误解了上帝的意思？就在亚伯拉罕他陷入两难之际，上帝再次主动出手指引他，但是上帝显然没有按着他心里的意愿来成就。我想一位父亲按着自己内心的想法，当然是没有必要赶出去吧？有这么严重吗？有这么严重需要把才17岁的一个青少年的孩子跟他的母亲这样赶出去吗？有需要这个样子吗？显然上帝没有按照亚伯拉罕心里内心的意念来成就，但是上帝却让亚伯拉罕能做出内心有平安的决定。12节、13节的经文这样说：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孩子和你的侍女忧愁，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成为一国，因为他也是你的后裔。上帝要亚伯拉罕答应撒拉的要求，你就把你的使女夏甲，你就把夏甲跟你的那个大儿子以实玛利给赶出去吧。毕竟在家中，女主人有女主人的位分、职责跟相应的权利，即使是父系社会，也应当如此尊重女主人的意愿。重点在于，上帝亲自导正了亚伯拉罕对于应许的错误解读。使女的儿子以实玛利是按着血气、按着不信、按着世人的法则所怀孕生养的，以撒才是按着应许生的。唯有按着应许生的以撒，才能见证上帝是从无到有的上帝。只有按着应许生的以撒，才能见证上帝的大能，见证上帝是可以不断再创造的上帝。其次，上帝也是怜悯人、照顾孤儿寡妇的上帝。使女夏甲跟以实玛利被赶出去，他们就算是孤儿寡妇了。上帝并没有残忍到弃他们于不顾。虽然夏甲跟以实玛利的所作所为确确实实的已经威胁到上帝的应许，但对于即将被赶走的夏甲跟以实玛利，上帝也为他们安排好了后路。上帝说，我必使他成为一个大国。这句应许的背后也表示以实玛利必有什么？他一定有他的后代，而且他的后代也是繁衍非常的多，会成为一个大国。也表示即使现在你把他们赶出去，他们也不用为他们的生活担忧，上帝亲自会照顾他们的需要。上帝对于人类的错误真的是概括承受啊！特别是对于敬畏他的亚伯拉罕，对于敬畏他的子民的所犯的错误，上帝往往都是概括承受。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跟撒拉并不是故意要做这样子的决定的，他们也是在揣测上帝心意的过程当中所做的这个决定。即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上帝是知道我们人心的上帝，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深知我们的心并不是故意要犯错的。因此对于人类所犯的错误，上帝也是概括承受。被赶走的夏甲跟以实玛利，上帝要亚伯拉罕不用担心，你就让他们走吧，他们的未来由我来负责，由我来承担。所以呢，至于上帝要如何保护他们，让他们成为一国，亚伯拉罕你就不用担心了。好，上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你不用再去担心，也不用再去费心安排，上帝自有上帝的方式。亚伯拉罕也因为有多次亲自见证了上帝的大能，所以呢，亚伯拉罕这次他相信了。亚伯拉罕做了他能做的努力，他就安心又放心的让夏甲跟以实玛利走，不再留恋。上帝的应许回到了正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喜笑在这个时候
不再蒙上一层阴影。很多时候，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害怕选择错误，我们会害怕放手之后会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甚至于我们可能会无法原谅自己当初所做的决定。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过牧师做过的见证。牧师曾经见证说，我们在结婚不久以后买了一间预售屋，我们理所当然的按着工程期款，然后按着贷款来住在这个我们买的房子里面。然后接续了2个孩子出生，头2个孩子出生，在育儿跟购屋的双重压力底下，在那个时候房贷利率有7%，真的还蛮高的。我跟义杰牧师，我们常常也度过了许多弹尽援绝的风浪。他负责赚钱，我负责在家带小孩，我负责养育孩子，这是我们当初共同的决定。辛苦是一定有的，除了在经济上的压力，对亲族在团圆的时候，他会问，或者是关心，我们要承受为什么你自己带小孩，可是你的小孩因为我们家有过敏体质，好，过敏体质的孩子其实感冒常常很不容易好，所以你自己带小孩也把小孩带成这个样子，要把房子卖掉，这个的选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两难的决定。20年的房贷，其实我们已经走了一半了。一般我们说头过身就过啊，都已经前面10年应该硬挤过去就好了。房子人美好的回忆，而且卖掉了就没有了，想再买，在那个时候来看几乎是不可能。有自己房子这件事情吗？重点是在于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自己的不动产，唯独我们信耶稣的人没有自己的不动产。未信主的家人会如何评断我们？会如何看我们？在更早之前，他就走进我们的内心，引领我们不断的认识年。就是过年以后在台南玩，有一次玩，因为我们家有人不吃鱼，好，台南最有名就是虱目鱼粥嘛。我们家有人不吃鱼，所以呢，我们4天里面有3天是兵分2路吃早餐。后来我们决定，我们还是要共同吃一个早餐，我们就选了麦当劳。好，一个很大的旅程。讲着讲着，我叔妈我这样子，每到了过年，有主耶稣真好。这种高难度的决定，需要在一次一次的祷告当中放下自己的欲，要专心觉察上帝在环境当中带给我们的变化。上帝透过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怎样的决定。我们的心之所以能够在两难一开始，在两难之间走向坚定不动，因着耶稣的爱，因着我们对上帝的渴慕，我们选择放手，我们选择心里的意愿所买下的房子，是按着世人的法则，觉得好像就是要有个自己的房子嘛，一般的人都是这样子，不是吗？但如今我们是蒙上帝呼召的人，是否能选择上帝的心意更胜于自己的意愿？我们如今回头来看，那件事情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预备，也是一个考验。上帝透过许许多多的事情来考验我们，是否能承接他的应许。因为唯有倚靠上帝，才是真正的富足。房子不是依靠世俗的东西。
弟兄姐妹，当我们落在两难之间，不要总是聚焦在自己的得失，总要定睛在主的心意，定睛在他的应许，定睛会充满考验的。上帝会透过环境来考验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紧紧的倚靠他？是不是每一天的渴慕他？我们的心到底是向着他，还是向着这个世界？牧师真的非常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通过重重的考验，让我们的信心是定睛在上帝的应许。但愿在新的一年，我们都能像亚伯拉罕学习放手，把那些会威胁你跟上帝的关系，把那些会威胁你、拦阻你向上帝走去的那些因素，你要把它挪开，你要把它挪开。我们依靠的不是这个世界，我们依靠的是上帝。如果有什么东西会拦阻你，有什么东西会让你在心里面纠结到你放不下，不是盼望你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在上帝里面汲取他的爱跟恩典，要更加坚定他的应许是什么。盼望我们的生命是因着基督而丰富，而不是因着自己的内心的欲望。盼望我们的选择是为了满足上帝，而不是满足自己。当然，我们的上帝是丰富怜悯的上帝，他希望我们都能够满足，同样满足自己也能够满足他。但是如果两者只能择一的时候，如果两者只能选择一样的时候，盼望我们都能够选择是满足上帝的心意。新的一年，愿我们都能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团契的祝福，更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丰富的应许，丰富的爱，填满我们那个看似满足，但是却又处处充满漏洞的内心。主啊，我们内心的那个破洞，唯有主你的爱能够填满，唯有你能够补上。愿主你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因着你而富足，因着你能够把爱分享出去。让我们每一个人借着圣灵的保守、扶持与帮助，在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能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吴牧师的教导，咱来用诗歌回应上帝教示。圣诗第258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圣诗258首，会众请起立，咱来吟传首。下次自归来月光。
请长款的同工来服侍，来用感恩的心来献给上帝。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咱来进行今仔日的公祷。公祷的事项、大祷的事项，伫咱周报的内页面有写吼。咱教会义上成全正信道，万民皆祭司。第一项，咱为着本日的公道的信息，咱来感谢上帝，愿主圣神感动扶持愿心。会当用具体行动来回应上帝。第二个，为咱肢体需要调养的经主回应枉然、相邀、甘基、德明、秋敏、丽水、义梅、李枝、秀荣、道昭、以乐、道博、敬如、毅力、义军、刁民，啊，搁咧福建中的刁民、赵民、士军。会中、家民，即寡兄弟姊妹，咱来为因来祈祷。第三项，为着咱台湾国际政府伫新的一年，会当伫国防、外交、民生、经济、社福等各方面有好的突破。
话，咱来祈祷，请咱大家开声来祈祷。在天的阿爸爸上帝，我们将一切尊重、荣耀、阿乐拢归于你。感谢你通过圣经清楚来教示我，我就爱明白上帝，明白上帝你的旨意，照上帝的指示来行，我会当得到平安、福气，也要临到我。慈悲疼痛的主啊！我深深恳求你，因为你是全能的大医生，你也是愿意医治我的上帝。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互众兄弟姊妹的欠缺。阮知，你拢知。求你照我每一个人的需要，赐福互阮，互阮有身体欠安的会当得到医治，互心情创伤的会当得到安慰，互生活困苦的会当得到帮助。主啊，阮教会甲各团结未来的时间，阮台湾政府伫各方面的施政，啊，到即马内阁的改组，求你成全好友。亲爱的主啊，求你听阮众兄弟姊妹同心合意祈祷。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声来祈祷。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报告的大师，我们来介绍今仔日的来宾。今日有一个苏以轩、两个都苏以轩哈，苏以轩坐在哪里？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哦，是年轻人哦，嘿，欢迎你来哈，欢迎你来，希望你来啊，下次能够常常见到你。过来，咱这个后礼拜圣港的服侍，请团结聚会一定恢复正常啊！请咱大家来看哦，会记得爱参加。过来，教会的消息第一条，本主日适逢春节连续假期，举行学堂礼拜，主日爱餐仍然就游园暂停，下周会恢复供应。第二条，2月19日礼拜日要举行定期的会员学会，请各团契会长上班伫
后周2月初5前，将学会手册的资料，包括2022年施工的报告，啊，搁2023年施工的计划，啊，搁财务的报表，交咱的干事来回正校对，也要编译咱的后会手册。搁来团契消息，2月17号拜5，北中商年部要举行春季领袖一日游吼，有那个行程表甲迄报名表伫个干事头前的桌顶吼，大家若有兴趣的人会当去看吼。上班2月初5以前截止吼。啊，那个phòng hệ明细，请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的所在，请咱再来会家来更正吼。咱来我就是有人要报告咧。咱来吟上吟511首，上吟511首。阿罗天地至尊，至悬至尊。会将车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甲帮赞，互恁众人拢会当专心跟对主耶稣，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会众请坐。礼拜煞，咱灭岛避讳。